谢谢大家。今天我在这里想给大家说一下烟供的功德，因为很多人都不太了解烟供的功德，当然大部分人都知道，但是有些人还是不是特别了解烟供的功德。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底也好，每年的年底的普巴金刚的初创法会，同时也是有观音菩萨的烟供大法会。所以烟供的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一种布施给无性的众生的一种非常殊胜的法。所以呢，烟供针对来说的，就像比如说，我们就说好，我们现在的一个人要做烟供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需要做烟供？就这样问的话，如果是你有生病的时候，或者是比较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或者特别呢就是家人或者是有些朋友等等亡生的时候，那都是要做烟供，这样是最好的。尤其是今年的话，就是全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因为新冠病源，所以就亡生了。所以我们就是为了他们一定要多做烟供，烟供的功德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对所有的中阴的众生，那当然今年我们在这个全球就是有新冠病源的关系，就是很多人亡生了，而且也有很多的病人除了他们以外，也有很多就是平常都是在人类世界上有很多的众生亡生然后也是有中阴的众生是非常多的。所以为了所有的中阴的众生为了所有的往生者，我们做烟供，也为了所有活着的人更健康、更快乐、更圆满、更顺利，所以我们要做烟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佛教徒，而且我们是大乘佛教徒。大乘佛教徒呢，就是修菩萨道、行菩萨的行，所以我们就是要做观世音菩萨的烟供。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所以就救苦救难的，所以我们就是做观世音菩萨的大烟供，布施给一切众生，回向给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早日解脱一切痛苦，早日获得圆满幸福。这样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应当要修持的一个事情。谢谢大家。